风台甲南投县的仁爱乡取缔甲真正力，国军投入救灾超过10天。南投县政府特别举办感恩的暗会来感谢国军。仁爱乡16个村长排归排，甲国军行礼，感谢国军伫卡诺风台造成仁爱乡惨重的灾情了后，协助救援甲灾后的清理，和灾民感念国军10多天来协助。拉水第2天之后，那我们的全域自来水也顺利的已经供应了我们的万丰部落。部落居民唱诗歌表达感谢之情，国军兄弟嘛唱军歌回礼。南投县政府甲仁爱乡公所感谢国军救灾甲灾后的清理，特别举办感恩的暗会，表示无限的感谢。那除了简单的自赠与慰问金，也谢谢所有的国军在这段期间对我们仁爱乡的投入啊。协助救灾工作告一段落，国军跟留部分的人员伫仁爱乡提名副县长王瑞丽代表县政府送23万块加彩金，感谢官兵的辛苦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